全教會讀經計劃，以斯拉記第2章。這些是從被擄之地上來的散文。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把他們擄到巴比倫，他們重返耶路撒冷和猶大，各歸本城。他們是同所羅巴伯、耶書亞、尼希米、西萊亞、利來亞、末底改、必山、米斯拔、比革阿伊、尼宏、巴拿一起回來的。以色列百姓的人數如下：巴錄的子孫2172名，示法提亞的子孫372名，亞拉的子孫775名。巴哈摩押的後裔，就是耶書亞和約押的子孫2812名，以蘭的子孫1254名，撒土的子孫945名，撒改的子孫760名，巴尼的子孫642名，比拜的子孫623名，押甲的子孫1222名，亞多尼岡的子孫666名，比革阿伊的子孫2056名，亞丁的子孫454名。亞特的後裔，就是希西家的子孫98名，比賽的子孫323名，約拉的子孫112名，哈順的子孫223名，吉拜爾人95名，伯利恆人123名，尼陀法人56名，阿拿突人128名，亞斯瑪弗人42名，基列耶琳人、基非拉人、比錄人共743名，拉瑪人和加巴人共621名，密瑪人122名，伯特利人和艾人共223名，尼波人52名，末必人156名。另一個以蘭的子孫1254名，哈林的子孫320名，羅得人、哈弟人、阿羅人共725名，耶利哥人345名，西拿人3630名。祭司耶書亞家耶大雅的子孫973名，音默的子孫1052名，巴斯戶爾的子孫1247名，哈林的子孫1017名。利未人何達威雅的後裔，就是耶書亞和甲篾的子孫74名，歌唱的亞薩的子孫128名，門口的守衛沙龍的子孫、亞特的子孫、達門的子孫、亞谷的子孫、哈底大的子孫、索拜的子孫共139名。典譯西哈的子孫、哈蘇巴的子孫、達巴俄的子孫、基錄的子孫、西亞的子孫、巴頓的子孫、利巴拿的子孫、哈加巴的子孫、亞谷的子孫、哈格的子孫、撒買的子孫、哈蘭的子孫、吉德的子孫、加哈的子孫、利亞雅的子孫、利信的子孫、尼哥大的子孫、加薩的子孫、烏撒的子孫、巴西亞的子孫、比賽的子孫、
押拿的子孫，米烏寧的子孫，尼普心的子孫，巴卜的子孫，哈古巴的子孫，哈弗的子孫，巴洗律的子孫，米希大的子孫，哈沙的子孫，巴柯的子孫，西西拿的子孫，達馬的子孫，尼細亞的子孫，哈提法的子孫，所羅門僕人的後裔，所泰的子孫，所菲列的子孫，比路大的子孫，亞拉的子孫，達昆的子孫，吉德的子孫，示法提雅的子孫，哈替的子孫，波克列哈斯巴音的子孫，亞米的子孫，殿役和所羅門僕人的後裔共392名。從特米拉、特哈撒、基錄、亞頓、音密上來，不能證明他們的父系家族和後裔是否屬以色列的餘下。蒂萊亞的子孫，多比亞的子孫，尼哥大的子孫，共652名。祭司中，哈巴雅的子孫，哈哥斯的子孫，巴西萊的子孫。巴西萊因為娶了基列人巴西萊的女兒為妻，所以就以此為名。這些人在族譜之中尋找自己的譜系，卻尋不着，因此算為不潔，不得作祭司。省長對他們說：不可吃至聖的物，直到有會用烏靈和土明的祭司興起來。全會眾共有42360名，此外還有他們的僕婢7337名，又有歌唱的男女200名。他們有736匹馬，245匹驢子，435匹駱駝，6720匹驢。有些族長到了耶路撒冷耶和華的殿，為上帝的殿甘心獻上禮物，要在原有的根基上重新建造。他們量力捐入工程的庫房，有61000達利克金子，5000尼拿銀子，以及100件祭司的禮服。於是祭司、利未人、百姓中的一些人、歌唱的、門口的守衛、殿役，各住在自己的城裏。以色列眾人都住在自己的城裏。